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不要气馁；当你在十字路口，不要徘徊；当你难过的时候，擦干泪水；当失望的时候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张大眼睛看，神要开路啦！打开心胸吧，神要扩张啦！张开眼睛看，神要开路啦！大声宣告吧，神要扩张啦！紧紧抓住它，就会有希望。所以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呀！哈利路亚！感谢江老师。